一下，再看一下啊，最后是一记右手拳扫倒。阿里木说获得了本场比赛的优胜。哇，这一个35秒 KO。哦，漂亮！上路的后手直拳，哎，谭教台危险，抱牢拳架，顶住！这时候对方因为这么打呢，不能够持续很久。谭教台危险，红脚，裁判有可能要叫停，没有还击了，对，得打还击出来，向裁判示意自己还有能力能继续比赛。对，谭教台很聪明。他只是抱住了自己的拳架，在准备打还击。哇，阿里木这一冲刺已经体力到尽头了，谭教台还能打吗？憋不出反击来了，危险！只是抱住拳架，不打了。在谭教台没有憋出一个还击之后，维克拉唐经过了长时间的判断，觉得无法再继续比赛了。好拳，对方帅给我们感觉架得比较散，在弄好这种情况倒不打这种技术尽量少用。抬手不打了，打不了。果然在第一回合当中就出现了 TKO。